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今日同我哋一齊探索4樓3間全新嘅專室，每一間都有佢獨特嘅設計同埋功能，為同學提供咗更豐富嘅學習體驗。首先，歡迎大家嚟到本校嘅雲文館，呢一度係我哋學習中國歷史嘅好地方。呢個房間嘅名有住特殊嘅意義，我哋希望我哋嘅學生好似成為唐朝文學家一樣咁出色。呢個房間嘅設計充滿中式嘅元素，裡面有住獨特嘅桌椅同埋中式嘅書架，同時亦都展示住各種文物同埋中國服飾。特別嘅係呢一度仲有 AR 角色嘅聊天區，讓同學可以同歷史名人例如孔子進行互動。喺房間嘅外牆上嘅年表設計，不單止記錄咗中國歷史，仲標示住外國事件，幫助學生建立廣闊嘅世界觀。跟住我哋就嚟到 PL47 VR 專室，呢一個係我哋學校其中一間最先進嘅學習專室，俾同學可以透過沉浸式科技增強學習效果，體驗 VR 科技帶嚟嘅學習成效。呢一間特別打造嘅專室，配備咗幾種尖端嘅虛擬實境 VR 同埋擴增實境 AR 工具，為學生提供以創新嘅學習方式參與學習嘅機會。最後，我哋嚟到全新嘅 English Corner， 呢度以未來太空科技作為背景，配備咗最新嘅人工智能技術，讓同學喺學習英文嘅同時，亦都感受到未來世界嘅氛圍。呢一度有先進嘅電子白板、迷你嘅舞台同埋舒適嘅閱讀區，仲有超過200本嘅全新書籍，讓同學可以喺一個豐富嘅英語語境底下去學習。呢3間專室嘅設計，由過去嘅歷史到現代科技，再到未來嘅世界，充分體現咗學校對於學習嘅創新理念。希望同學能夠喺呢啲專室入邊獲得更多靈感同埋知識，開啟愉快嘅學習旅程啦！多謝大家。